在书店里，时间都过得不知不觉的。到了下午，外面开始有一些人潮熙来攘往的声音。走出去一看，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市集耶。而我第一眼就先看到我最爱的彩豹哦。哇哦，耶！野豹係咯。哦，係哦，邊啲咯？對，沒有想到這邊有賣着傳統嘅客家米食哎。哦，該這家仲係咩呢？哦，我吃吃看哦。好，歡迎試試看。這個是傳統嘅味道哎。傳統哎。好，謝謝老闆。好，我再去那邊看看。好，好吃香嘅。好，謝謝你啊。竹北是一个新兴的科技城市，但是却有像新瓦屋这样的客家文化保留园区，让人能够循着过去的轨迹，看见这个城市的厚度。而这市集果然和大哥说的一样哦，我穿梭在摊位之间，从很多小屋上看见传统的精神，被各种不同的创意延续着。我来从中挑选一个伴手礼好了。老闆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這個是什麼啊？你係魚餅，是傳統嘅魚餅係嗎？哦，你唔係傳統嘅魚餅，你要傳統嘅魚餅。然後你辦的魚餅冇功勞，真的？哪裡不一樣？你就在提升行業，然後用手機嘅東西，有香有甜有甜。真的？哎，試試看看哈。試試看看啦。很 Q 哎。松煙松味，而家頂陣賣到米嘅魚嚟，但澳門香港全部用呢大個松煙。傳統嘅東西係一盒一盒啊，咱保存，喺啲或者保存一禮拜，唔會發霉，所以講咧提出而家好款。真的是傳統地主款的性創意耶！哎，真的，剛才整路上看過，好多家都是這樣，有傳統又有創新的。係，按你啊都唔解了做嘅。堆插洞，這些，你睇係獅子洞，你睇係插洞，啊，你睇其實款呢，來，擂茶傳統嘅味道都在裡面咧。哦，你睇有冇調水哦？你睇有冇剪出嚟調水？唔得咯 ，QQ 好食咯。我們把傳統吸收內化之後，注入自己的思維，重新演繹。就能夠在傳統地圖款的性創意嘍。